Hello，大家好，我係辛尼，歡迎大家收睇樂天證券嘅每周交易點子。咁先同大家咧回顧一下過去一周嘅市場消息。咁美國方面，上週五美國公布咗1月份嘅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PCE，係按年咧增長2.8%，係略低於預期值嘅2.9%。咁而剔除咧食品同埋能源價格後嘅核心 PCE 咧，就按年咧增加3.1%，係符合預期嘅。咁另一方面呢，密歇根大學咧上週五嘅報告顯示，3月嘅消費者信心指數咧由56.6咧就跌至到55.5，不過咧亦都高過預期值嘅54.8。消費者預計咧未來12個月嘅通脹率咧係3.4%，係同前月咧就持平嘅。咁受住咧就通脹數據嘅支持底下啦，上週咧美元咧就全面走強。亦都咧就升至到去咧大關嘅100啦。咁而禮拜五咧，亦都係連續咧第3日嘅上升，咁升到去咧年內嘅最高嘅水平。咁日本方面，日本政府上週嘅數據顯示，去年呢第四季度嘅日本全國 GDP 呢，就按年呢增加1.3%，就遠高於呢預期值嘅0.2%。咁呢個數據呢，就支持日本央行呢繼續收緊貨幣政策嘅立場。不過呢，中東嘅緊張局勢嘅不確定性呢，就增加咗一個難以預測嘅因素。咁日本央行呢行長嘅植田和男呢，上週亦都表示央行呢係亦都一直呢就監控緊中東嘅局勢嘅影響，並呢根據翻個情況呢睇下需唔需要繼續加息。咁加拿大方面，加拿大嘅統計局呢上週五嘅數據顯示，加拿大2月嘅淨減少呢就83,900個嘅工作崗位，遠低於預期嘅增加1萬個嘅工作崗位。咁錄得呢，除疫情封鎖時期以外呢2009年以來呢就最大嘅跌幅。而失業率咧就由6.5%咧上升至到6.7%。咁呢個數據咧都顯示咗啦，喺美國關稅嘅壓力底下，以及咧美國同墨西哥加拿大協定即將重新審查之際呢，咁勞動力咧市場仍然係偏軟嘅。咁而貴金屬方面呢，由於就受住美元走強嘅影響啦，咁黃金嘅價格呢，上週五呢就下跌至到去每盎司呢約$5000嘅附近。咁外匯嘅持倉佔比變化方面，澳元啦、歐羅同埋日元呢對美金呢，上週同前週嘅變化就不大嘅。咁反而啦，英鎊同紐元啦對美金嘅變化較為明顯，由前週嘅短倉為主啦，就變為呢上週嘅長倉。似乎呢投資者呢都幾睇好英鎊同埋紐元嘅表現。咁而貴金屬持倉佔比變化方面，咁黃金呢同埋白銀呢嘅持倉變化呢就不大嘅。咁多數呢都係持有呢個長倉為主嘅。咁外匯嘅交投熱門選擇方面，咁由上週同前週嘅比較，美元對日元呢係成為咗即係交投熱門嘅貨幣對嘅首選。咁由前週嘅12.51%呢，大幅上升到去上週嘅45.79%。咁而澳元啦、歐羅啦同埋紐元呢，都有一個出現下跌嘅情況。咁至於貴金屬嘅交投熱門方面啦，咁上週同前週嘅變化都不大嘅。咁最主要呢都係黃金呢都係最熱門嘅投資產品。咁外匯分析方面呢，今日呢就揀選咗美元對加元嘅貨幣對啦。咁呢幅圖呢，其實顯示緊美元對加元嘅日線圖。咁啱啱我所提到啦，由於加拿大即係公布嘅就業數據啦，顯示緊佢嘅勞動力市場就出現疲軟啦，而失業率呢亦都增加。咁再加上呢美元呢就全面上升啦，咁令到呢美元對加元呢就上升至去1.37以上嘅水平。咁大家可以咧留意翻最重要嘅阻力位同支持位啦。咁阻力位方面呢，就係1.3765嘅，咁而支持位方面呢，就係1.3684。咁金價方面呢，呢幅圖呢，就顯示緊黃金 XAU/USD 嘅日線圖。咁由於就美元嘅大幅上升啦，令到呢上個禮拜五呢，金價呢曾經跌至呢大概每盎司5000嘅水平。咁不過呢，仍然都係呢處於一個上行嘅趨勢嘅區間入邊。
咁如果咧假設美元繼續向上嘅話咧，相信咧都會令到個金價咧都會製造一啲壓力啦。咁如果假設金價咧企唔穩5000嘅話咧，相信咧下一個重要嘅支持位咧就大概喺4875啦，至到4900呢個區間嘅。咁而上方嘅阻力位咧就會係5125嘅。咁數據公佈方面啦，今個禮拜咧係超級嘅利率決議週。咁有唔同嘅國家嘅央行咧都會宣布最新嘅利率決議，咁包括咧澳洲啦、加拿大、美國、日本、瑞士、英國同埋歐元區嘅。咁大家咧記得咧適時咧要留意翻各國嘅經濟狀況同埋重要嘅數據公佈。咁今日嘅分享到差唔多為止，咁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睇。咁歡迎大家咧可以咧訂閱翻我哋呢個頻道啦，或者俾個 like 我哋。咁如果大家對於樂天證券有任何查詢嘅話咧，都歡迎咧可以致電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咁下一次咧再同大家分享，拜拜。